大家好，歡迎返嚟閱讀人。今日我哋會用10分鐘嘅時間去嘗試了解一個世界上其中一個最難讀懂嘅男人。1988年係 Michael Jackson MJ 人生嘅最高峰。Thriller 賣咗幾千萬張 ，Bad 巡演橫掃全球。喺嗰個未有網絡嘅年代，MJ 就係全球唯一嘅共同語言。但偏偏喺呢個時候，佢寫咗一本叫《Moonwalk》嘅自傳，而呢本書亦係 MJ 生前唯一親筆撰寫嘅自傳。大家試諗下，點解佢要叫呢本書做《Moonwalk》呢？佢喺書入面解釋過呢個舞步係一種物理上嘅矛盾，你拼命向前行，但實際上你係倒退緊。呢個就係佢人生嘅寫照。佢喺事業上不斷超越人類極限，但佢內心嗰個5歲嘅 Michael 其實一直向後退返去嗰個佢從來未擁有過嘅童年。呢本書唔係代筆，係佢親自錄音整理。你會聽到佢嗰種好斯文，甚至有啲怕醜嘅語氣。佢講到佢對音樂嘅熱愛，甚至去到一種宗教式嘅虔誠。對佢嚟講，音樂唔係工作，音樂其實係佢一種逃避現實嘅唯一出口。MJ 喺書入面用咗好大篇幅講佢爸爸，佢冇恨佢，但佢好驚佢。佢形容爸爸係一個嚴厲嘅監工。當其他細路喺條街玩緊，Jackson 5嘅兄弟就要喺悶熱嘅排練室練舞，只要跳錯一個步，皮帶聲就會響起。MJ 話：我爸爸好愛我哋，但我從來冇喺佢口中聽過我愛你呢3個字。大家成日笑佢大個咗都咁中意玩玩具，甚至起咗個夢幻島。但書入面講到佢細個喺錄音室做嘢，見到對面公園有細路玩，佢會喊。佢嘅社交能力係喺嗰陣時被摧毀嘅。佢識得點樣面對10萬個觀眾，但佢唔識得點樣同一個同齡嘅細路溝通。呢種社交障礙其實係一種職業病。書中提到佢對 Diana Ross 嘅迷戀。Diana Ross 可能未必個個香港人都識，但你可以想象 Diana Ross 就係70年代美國樂壇嘅梅艷芳。佢地位崇高，氣場無敵，係當時黑人音樂大本營 Motown 唱片公司嘅天后。佢原本係傳奇女子組合 The Supremes 嘅主音，後來單飛發展，更加係紅透半邊天。對於細個就入行，身邊只有嚴父同兄弟嘅 MJ 嚟講， Diana Ross 填補咗佢生命中對女性溫柔嘅渴求。MJ 喺書入面寫得好露骨，佢話佢直情係愛上咗 Diana。佢會匿喺台邊偷偷地睇 Diana 表演，學佢點樣用一個眼神就攝住全場觀眾，學佢嗰種雍容華貴不可一世嘅巨星風範。MJ 甚至承認佢後來對美感嘅追求，對舞台表演嘅偏執，甚至係佢後期五官嘅審美標準，其實或多或少都係喺度投射緊呢位佢心目中永遠嘅音樂女神。對佢嚟講，Diana 唔只係偶像，更加係佢缺失嘅母愛嘅補償。佢喺 Diana 身上學識咗點樣做一個巨星，點樣保護自己嘅神秘感。而呢段關係亦奠定咗佢後來對女性對愛嘅一種純潔到近乎聖潔嘅觀點。1979年佢出咗 Off the Wall。佢喺書入面坦白，當時佢好唔開心，因為大家仲覺得佢係 Jackson 5嗰個細路，佢渴望被成人世界認可。佢提到，我唔係想做一個歌手，我係想做一個傳奇。而佢同製作人 Quincy Jones 嘅相遇係我哋音樂史上最重要嘅事件之一。我哋一定要講書入面關於佢外貌嘅部分。佢承認自己整咗鼻同下巴，但佢解釋係因為自卑。
佢青春期嘅暗瘡問題嚴重到令佢想自殺。佢喺書入面講到，我唔敢望鏡，我覺得自己好醜。對於一個要被全球放大鏡觀察嘅人，呢種痛苦係毀滅性嘅。佢後來嘅外貌改變，其實係一種對自我主權嘅奪回。書入面詳細記錄咗佢第一次跳 moonwalk 嗰晚，佢跳完之後全場瘋狂，但佢返到後台竟然覺得自己跳得唔夠好。佢係一個極致嘅完美主義者。佢話：我永遠覺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呢種自我折磨成就咗 Thriller 嘅1億張唱片銷量，但亦都令佢嘅壓力去到臨界點。MJ 寫到佢喺巔峰時期，連去買卷廁紙都唔得。佢要喬裝戴面具，佢形容成名係一個金鳥籠。佢擁有全世界嘅財富，但佢失去咗自由。佢曾經喺深夜一個人喺街行，只係想感受下普通人嘅空氣，點知被粉絲發現，最後要被入警察局。佢喺書入面問：點解大家唔可以當我係一個普通人？1988年，媒體已經開始編造佢瞓氧氣艙想賣象人骨頭嘅假新聞。MJ 喺書入面好憤怒咁反駁：點解大家咁中意將我當成一個怪胎呢？佢嘅溫柔被當成軟弱，佢嘅童心被當成變態。呢種集體霸凌其實係一種有毒文化。大眾需要一個神，但大眾更中意睇個神墮落。大家唔好以為 MJ 只係識跳舞。佢喺書入面提到佢買 The Beatles 版權嘅經歷。佢係一個非常有商業頭腦嘅人。佢明白喺呢個資本世界，如果你冇擁有權，你就只係一件工具。呢種強悍同佢斯文嘅外表形成咗極大反差。睇呢本書嘅時候，我哋其實可以結合心理學去睇 Moonwalk。MJ 點解咁中意細路呢？因為細路唔會利用佢，細路唔會因為佢有名氣而討好佢。對佢嚟講，童真係世界上唯一真實嘅嘢。佢喺書入面寫：我喺細路嘅眼入面見到上帝。呢種純粹喺複雜嘅成人世界入面顯得格格不入。雖然1988年佢未講到後來嘅藥物問題，但字裏行間已經可以睇到佢長期失眠同焦慮。佢對工作嘅狂熱其實係一種止痛藥，只要佢喺台上，佢就唔痛。一落台，嗰種被全世界監視嘅痛苦就會返嚟。呢個亦都呼應咗我哋另一本書《正常的迷思》入面講嘅，長期壓力會摧毀一個人嘅防禦機制。MJ 坦言佢好難信任人，佢見過太多背叛。佢喺書入面提到佢對愛嘅渴望，但佢嘅愛係一種理想化、柏拉圖式嘅愛。當一個男人嘅心靈停留喺5歲，佢好難去處理成人世界嘅親密關係。呢種悲劇其實喺呢本自傳入面已經埋下咗伏筆。讀完呢本 Moonwalk， 再睇返今日社會，我哋身處一個充滿網暴、充滿標籤嘅時代。MJ 係歷史上第一個被全球媒體大規模屠殺嘅受害者。佢嘅故事提醒我哋，平庸嘅惡係幾咁恐怖。我哋每個人喺網絡上嘅一句冷嘲熱諷，可能都係喺度推緊一個人落懸崖。MJ 喺書最後講到：我希望大家記住我嘅音樂多過記住我嘅八卦。佢一生都喺度對抗地心吸力，唔止係舞蹈上，更加係靈魂上。佢想飛，但世界想將佢拉返落地。佢最後做到咗，佢嘅音樂超越咗時間，
最近亦登上咗電影舞台。好啦，聽到呢度，感謝你陪我聽完呢本書嘅導讀。MJ 嘅一生係一個關於天才與詛咒嘅故事，佢嘅音樂同故事好值得我哋去繼續欣賞同細微了解。如果你都中意聽呢類書嘅導讀，記得訂閱同讚好我哋頻道，支持我哋繼續喺文字入面翻嗰啲被世界遺忘咗嘅真實。拜拜。